去超市買去，睇落安安靜靜，包裝得好靚，係咪就代表衛生，可以即買即食？如果你真係咁諗，咁就真係太天真啦。最近有喺大型連鎖超市做咗10幾年嘅資深員工，頂唔順良心譴責，私底下同我爆大鑊。原來超市入面有5種表面上好受歡迎、銷量好高嘅蔬菜，其實污糟到你根本想象唔到。班員工自己收工買禁，見到呢幾種菜絕對係繞路走，連掂都唔會掂一下。特別係第3種，真係白送，俾你都唔好要。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揭開呢些連鎖超市都唔想你知嘅暗黑真相。睇完之後，記得即刻轉發呢條片俾你屋企人，特別係負責入廚買嘅阿媽或者老人家，叫佢哋以後行超市千祈唔好再中伏。我哋平時行超市最中意就係行去蔬菜部，見到啲包裝得精精緻緻，用保鮮紙包得整整齊齊嘅盒裝菜，或者係切好晒一粒粒、一條條嘅免洗蔬菜包，總覺得好行、好方便，好似執到寶咁。但係你又有冇諗過呢啲所謂嘅方便背後到底隱藏咗幾多衛生隱患？首先，我哋先講第一種超市員工自己絕對唔會買嘅菜，亦都係好多打工仔、模範家庭最中意買嘅，即係嗰啲預先切好、包裝好嘅拼盤蔬菜，或者切塊南瓜、冬瓜。喺香港生活節奏咁快，收工返到屋企都7、8點，想煲個冬瓜湯或者炒個椰菜，見到超市有啲已經切好晒，一盒盒幫你配好晒嘅南瓜片、冬瓜片或者炒雜菜包，係咪覺得好貼心？買返去洗一洗就落得鑊，慳返好多功夫。但係爆料嘅員工同我講，呢啲切片蔬菜其實好多時都係用過期邊緣或者已經爛咗一部分嘅蔬菜加工出嚟嘅。你想想，如果一隻原隻嘅大南瓜或者大冬瓜擺喺貨架上面，有一邊開始發霉、變爛或者被撞爛咗，超市會唔會成隻揼咗佢？答案係絕對唔會，因為咁樣做損耗太高，會蝕本。咁佢哋會點處理呢？員工就會將隻南瓜拿入去後廚，用刀將爛咗、發霉嗰部分切走，剩翻落嚟睇落好端端，冇爛嘅部分就切成一片片，放落膠盒，包上保鮮紙，貼個新嘅標籤，當作方便裝蔬菜賣俾你。呢度有個好大嘅醫學常識漏洞，好多人以為切走咗爛嗰部分，剩返嘅就係乾淨，其實唔係。細菌同霉菌嘅菌絲係會蔓延嘅。當一隻蔬菜有一部分爛咗，其實成隻蔬菜內部已經受到微小細菌嘅污染，只不過你用肉眼睇唔到。更何況後廚用嚟切菜嘅砧板同刀具，可能成日都冇洗過。上一隻爛菜嘅汁液，好輕易就污染埋下一隻原本乾淨嘅菜。而且呢啲切好嘅蔬菜暴露喺空氣之中，表面面積大咗，水分流失得快，細菌繁殖嘅速度係呈幾何級數上升。你以為買咗方便，其實係買咗滿滿嘅細菌同霉菌返屋企，食落肚分分鐘影響腸胃，導致拉肚子。跟住落嚟第二種，大家去超市都好中意買，特別係打邊爐、燒肉最常用嘅盒裝嘅金菇或者各式菇類。好多人覺得菇類好乾淨，因為佢哋好少沾到泥土，而且一盒盒密封好。但係你知唔知，菇類本身係一種極度中意潮濕、極易滋生細菌嘅菌類。超市為咗令到呢啲金菇、鮮冬菇、雞髀菇望落去白白淨淨、賣相吸引，好多時喺種植或者包裝運輸嘅過程中就已經有不可告人嘅秘密。而且最重要嘅係，菇類喺採摘之後依然會進行呼吸作用。當佢哋被密封喺膠袋或者保鮮紙入面嘅時候，入面嘅水分好快就會蒸發出嚟，形成一層層嘅水汽。員工爆料話，呢啲盒裝菇擺喺冷櫃，表面睇落好新鮮，但如果你仔細一望，膠盒底部通常都積聚咗一層黃黃地、黏糊糊嘅水。呢啲水正正就是細菌、黃曲霉素繁殖嘅溫床。更恐怖嘅係，有啲不法商家為咗令金菇擺得耐啲、顏色更白，甚至會喺採摘後用含有二氧化硫或者其他化學漂白劑嘅水去浸泡。你買返屋企，如果只是隨便沖一沖水就落鑊，呢啲殘留嘅化學物質同大量嘅細菌就會直接落入你個肚度。員工話佢哋喺後廚搬運呢啲菇嘅時候，有時隔住膠袋
都聞到一股淡淡嘅酸臭味或者刺鼻嘅化學味，所以佢哋自己食菇一定會去街市買散裝乾身冇用化學品處理過嘅，絕對唔會買超市呢啲長期悶喺膠盒入面嘅濕漉漉菇類。好啦，依家要講到全場最震撼，亦都係員工強調免費送都唔好要嘅第三種蔬菜。呢種菜基本上每個香港人家庭每星期都會食，甚至日日都食。佢就係包裝好嘅西蘭花或者椰菜花。你可能會好奇怪，西蘭花咁健康，防癌之王，點解會係最污糟，連送都唔要？爆料員工搖晒頭話，西蘭花嘅結構簡直就是大自然完美設計嘅藏污納垢神器。西蘭花表面是由無數個密密麻麻嘅小花蕾組成的，呢些花蕾之間有太多太深嘅縫隙。喺種植同運輸嘅過程當中，西蘭花非常容易生蟲。農夫為咗確保產量，往往會加大力度噴灑農藥，而呢些農藥殺蟲劑一旦噴入去呢些密麻麻嘅花蕾縫隙入面，就會被牢牢鎖死，好難透過表面嘅雨水或者簡單嘅噴水去沖走。超市為咗防止佢哋枯萎，擺上架之前會不停用噴霧器向西蘭花表面噴水。呢種潮濕嘅環境，再加上密集嘅結構，令到西蘭花內部變成了各類小昆蟲、蟲卵、蝸牛，甚至是寄生蟲嘅溫床。員工話佢哋喺後台拆大箱包裝嘅時候，經常見到西蘭花內部藏住好多好細隻嘅菜蟲，甚至有啲已經死咗、爛咗喺入面，散發出腐爛嘅味道。最致命嘅係，超市嘅西蘭花好多時都係用保鮮紙緊緊包裹住成個花頭，咁樣做表面上好似好衛生，其實係將農藥殘留、水分、蟲卵全部封死喺入面。當你買返屋企，如果你只係普通，好似洗普通菜咁，放喺水喉底下沖幾秒鐘，我可以好肯定同你講，你完全洗唔到入面。水流因為表面張力，根本滲透唔入去花蕾嘅深處。你沖水嘅時候，水只會由表面滑過，你以為洗乾淨咗，其實你係連埋無數嘅蟲卵、死蟲，仲有高濃度嘅化學農藥一齊煮熟食落肚。員工話佢哋見過後台西蘭花堆入面爬出嚟嘅蟲有幾多，所以佢哋私底下話呢種超市包裝西蘭花，就算超市搞特價，甚至免費送，都千萬唔好貪小便宜，因為隨時食到病，手尾長。聽完西蘭花，係咪覺得已經好驚心動魄？未算。第四種超市員工絕對唔買嘅菜，同樣係好多人為咗圖方便而經常中伏嘅，就係已經攪好、包裝好嘅肉碎，或者預先醃好肉絲配韭菜花、西芹、炒肉碎呢類現成菜包。雖然呢度講緊菜，但呢種炒菜台菜包入面嘅配菜，往往先係大問題。依家好多超市設有熟食部或者預製菜專區，一盒盒幫你配好肉絲、配好洋蔥、配好青椒或者西芹，你買返去一開盒倒落鑊炒幾下就食得。員工踢爆呢啲配菜往往比普通散裝菜更污糟。點解？因為呢啲配菜喺切絲切粒之前，超市員工根本冇可能幫你逐棵逐片菜葉去慢慢洗。你想想，超市每日要出幾百盒呢啲菜包，如果每個員工都好似你喺屋企咁，將棵西芹拆開，洗乾淨入面嘅沙泥，將青椒去籽，洗淨，咁樣會用幾多人工同時間？為咗趕進度，好多時呢啲蔬菜只是成大紮放入一個大水槽度，隨便浸一浸，晃動幾下，表面睇落冇大塊嘅泥，就直接拿去機切或者人工切絲。西芹心入面藏住嘅沙泥，青椒入面可能已經發霉嘅籽，全部一併切碎。更重要嘅係呢啲切好嘅配菜同肉類擺喺同一個盒入面，生肉是有大量生肉細菌嘅，例如沙門氏菌、大腸桿菌。當生肉嘅汁液同呢些未徹底洗乾淨嘅蔬菜長期接觸，悶喺個膠盒度幾個鐘，甚至一整日，蔬菜就會瘋狂吸收肉汁，同時細菌喺入面交叉感染，大量繁殖。你買返去，如果炒得唔夠透，或者以為佢洗過就隨便炒兩下，呢啲細菌就會直接進入你嘅消化系統。員工自己都話，後廚切呢啲配菜嘅環境往往是生熟不分、泥水四濺，
佢哋自己想食炒肉碎，一定係買新鮮配菜，返屋企慢慢洗、慢慢切，絕對唔貪呢啲表面方便嘅糖衣毒藥。最後第五種要叫大家小心，超市員工自己見到都搖頭嘅蔬菜，就係特價捆綁銷售嘅葉菜類，例如大白菜、菜心或者白菜仔。行超市好多時到咗挨晚6、7點或者打烊前1、2個鐘，就會聽到職員大喊特價啦，10蚊3紮，10蚊2袋。好多精打細算嘅家庭主婦或者老人家一見到咁平，就會一擁而上搶埋一份。呢些特價菜通常會用膠帶緊緊條綁埋一齊，或者用個大袋袋住。爆料員工同我講，呢些特價蔬菜基本上都是喺貨架上擺咗好耐，鹼性嘅殘兵敗將。超市為咗將呢些賣唔出、即將要掉嘅蔬菜清貨，就會用遮醜法。佢哋會用一條好粗嘅膠帶將幾棵菜緊緊綁埋一齊。你表面睇過去，葉子綠油油，好似好抵買，但你返到屋企拆開條膠帶，你就會發現被膠帶勒住嘅中間部分，或者是最入面嗰幾棵菜，其實一早已經爛晒、變黑，甚至發臭。更不衛生嘅係，蔬菜爛咗之後會產生一種叫亞硝酸鹽嘅物質，呢種物質對人體是有害嘅，長期或者過量攝入，甚至有致癌風險。超市將爛菜同好菜捆綁一齊賣，好菜好快都會被傳染，加速腐爛。而且員工話，有啲蔬菜擺喺貨架一整日，被無數個顧客用手摸過、揀過、放低過，表面沾滿了成千上萬人手上嘅細菌、感冒、病毒，甚至其他污染物。到最後，超市搞特價，就等於將呢些累積咗全日細菌嘅垃圾菜打包賣俾你。你以為賺咗幾蚊，其實係將一堆細菌同健康隱患帶返屋企。聽完呢5種超市最污糟嘅蔬菜，你係咪覺得以後行超市買起都要打醒12分精神？其實唔係話超市嘅蔬菜唔可以買，而是我哋作為消費者一定要學識點樣去精明挑選，同時要改掉一些貪方便、貪便宜嘅壞習慣。爆料嘅員工最後亦都好心，俾咗幾個非常實用嘅街市同超市買外防中伏攻略，我喺度無私分享埋俾大家。第一，買菜一定要買原汁原味、未經加工嘅，無論係南瓜、冬瓜、椰菜定係西蘭花，最好買成隻原棵冇切開嘅。散裝嘅菜雖然要自己返屋企花時間洗切，但起碼你清清楚楚見到佢最原始嘅狀態，有冇爛，有冇發霉，一目了然。而且原隻蔬菜嘅保存期長好多，營養成分亦都唔容易流失。第二，千祈唔好盲目追求完美外表，有啲人行超市一定要揀到棵菜一條蟲咬嘅痕跡都冇，顏色鮮艷到好似假嘅咁。員工話呢啲往往是落咗重劑量農藥、化學保鮮劑嘅後果。相反，蔬菜表面有1、2處微小嘅蟲眼，或者帶點自然嘅泥土，反而證明佢冇過度使用化學品。當然，買散裝菜嘅時候可以用手摸下，如果表面異常光滑，有奇怪嘅化學味，就一定要避開。第三，針對好似西蘭花、椰菜花呢類極難清洗嘅藏污納垢王，屋企清洗嘅步驟絕對唔可以偷懶。員工教路，買咗西蘭花返屋企，千萬唔好原棵就咁沖水。正確嘅做法係，首先用刀將西蘭花切成一朵朵細細個嘅小塊，咁樣可以令到隱藏喺縫隙深處嘅蟲卵同農藥暴露出來。然後準備一盆清水，入面加入1茶匙食鹽同2茶匙麵粉，或者加少少小蘇打粉，將切好嘅西蘭花放入去呢盆水度，輕輕攪動，搓洗一下，然後浸泡大約10分鐘到15分鐘。點解要加食鹽同麵粉？因為食鹽可以令到隱藏喺花蕾入面嘅小蟲、寄生蟲感到刺激而主動爬出來，同時有輕微殺菌作用。而麵粉具有極強嘅吸附性，可以將西蘭花表面同縫隙入面嘅殘留農藥、蟲卵、沙泥全部黏附出嚟。浸泡完之後，你會發現盆水會變得好渾濁，甚至表面浮起一啲細小嘅雜質。呢個時候再用流動嘅清水徹底沖洗2至3遍，咁樣洗出嚟嘅西蘭花先至算得上是乾淨衛生。
可以放心屋企人食。第四，至於菇類，買返屋企如果發現袋入面盒底已經有好多水氣，或者摸落去表面黏糊糊，呢啲菇就盡量唔好要拿。如果買到乾身嘅菇，清洗嘅時候亦都唔需要長時間浸泡，因為菇類好似舊海綿咁，會瘋狂吸水，浸得太耐會令佢流失菇味，同時會將表面嘅細菌吸入內部。正確方法是用流動水快速沖洗，或者用濕乾淨嘅廚房紙巾將表面嘅泥土、雜質抹走，然後盡快下鑊煮熟。第五，對於嗰啲特價捆綁嘅蔬菜，老人家最中意買，我哋做後輩嘅一定要多啲提醒佢哋，同屋企人講，買計唔好，一見到特價兩個字就衝動。如果真係要買特價菜，買嘅時候一定要當場反轉再反轉，仔細檢查清楚膠帶勒住嘅地方，同埋袋底嘅菜葉有冇變色、生水，甚至腐爛。如果發現有一點點壞嘅跡象，就果斷放棄，唔好為咗慳少少錢而食壞身體。醫藥費隨時貴過你慳落嚟嘅菜錢10倍，甚至100倍。今時今日喺香港，想要食得健康、活得精明，真係一門好大嘅學問。超市雖然為我哋帶來好多便利，但商業社會背後，利益往往放喺第一位，衛生同健康就要靠我哋自己去把關。希望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個超市員工內部爆料，可以幫到大家喺以後買界嘅日子裏面，行少啲冤枉路，食得更安心。記得健康是無價嘅，唔好俾表面嘅方便同包裝欺騙咗你嘅眼睛。睇完呢條片，如果覺得對你同你屋企人有幫助，記得幫手點個讚，同埋最重要嘅係即刻將呢個信息分享去你嘅家庭通訊群組，通知你嘅爸爸媽媽、爺爺嫲嫲，或者身邊所有負責買賣煮飯嘅親戚朋友，等大家下次行超市嘅時候都可以避開呢5種污糟菜，一齊食得健康，食得精明。我哋下次再同大家揭開更多生活入面嘅隱藏真相，大家買間記得睇清楚啦。